大多數在線商店將產品頁面視為簡單嘅目錄條目，錯失咗吸引自然搜索流量嘅巨大機會。每個產品頁面都係積極搜索你所售商品嘅買家嘅潛在入口。將呢啲頁面轉變為 SEO 優化資產，意味住超越製造商規格，創建與真實客戶搜索同比較方式匹配嘅內容。呢種方法將你嘅整個目錄轉變為可擴展嘅流量生成引擎。產品頁面嘅 SEO 潛力被絕大多數電商企業嚴重低估。考慮一下，一個擁有500個產品嘅在線商店，實質上擁有500個潛在嘅着陸頁，每一個都可以從搜索引擎吸引具有明確購買意圖嘅訪客。然而，大多數商店喺呢啲頁面上使用嘅係供應商提供嘅標準描述，與競爭對手嘅頁面完全相同。搜索引擎將呢啲重複內容視為低價值頁面，給予佢哋極低嘅排名優先級。呢個意味住你嘅產品即使質量卓越、價格具有競爭力，亦都可能因為頁面內容嘅同質化而從未被目標客戶喺搜索結果中睇到。為每個產品撰寫獨特嘅產品描述，融入購物者實際會問嘅問題，唔好僅列出技術規格，解釋呢啲規格對用戶嘅實際意義。例如，與其話電池容量5000mAh，不如話5000mAh大容量電池，典型使用場景下可持續使用2日，無需充電。呢種以用戶為中心嘅描述方式，唔單止提升 SEO 表現，仲直接提高轉化率，優化標題標籤，以平衡關鍵詞包含同可讀性。最有效嘅標題包含產品名稱、核心屬性同品牌。電商、零售商如果擁有龐大嘅庫存，應優先對利潤率最高同埋搜索量最大嘅產品進行深度 SEO 優化。採用20%80法則，你20%嘅產品可能貢獻80%嘅收入。先從呢啲高價值嘅產品開始實施深度優化，然後逐步擴展到長尾產品、豐富嘅產品。Schema 標記直接喺搜索結果中顯示價格、庫存狀態同埋評論升級，能夠大幅提升點擊率。當搜索者睇到帶有4.8星評分同 HK199 有現貨標記嘅搜索結果時，其點擊意願顯著高於普通文字連接。壓縮產品圖片並添加描述性 Auto 文本，解鎖咗圖片搜索，作為額外嘅買家獲取渠道。據估計，超過30%嘅電商流量可以通過圖片搜索渠道獲得。